今節講在呢個前年13第13節，係每年看世呢上帝嘅法，佢都擔嘅效果，但係每年順服上帝嘅命令，都得到上帝嘅恩典。那所以，隆重兄弟姊妹們要聽我上帝嘅法。透過你經節你傳出嘅，透過嘅僕人傳出嘅，即刻都無奈你看衰呢個法呢，你上帝講出嘅法，嗱，因為咩呢？因為即刻擔嘅效果，呢個經節講，但係每年順服，意思係照嘅命令嚟行，照上帝嘅法嚟行，即刻得到上帝嘅恩典。詩篇16第11節咁樣講到，佢會指出生嘅路途本是個行嗱，每年要聽上帝嘅命令，要聽一個法，佢指出一個路途，生命嘅路途本是個行嗱，然後切加得到豐富嘅歡喜，得到永遠嘅快樂，得到永遠嘅福氣。這樣人是家係聽上帝嘅法，唔好看世界嘅法，唔好看世界嘅福音，因為嘅福音嘅法能夠帶嚟家豐富嘅平安、快樂、豐富嘅喜樂，到永遠。嗱，上帝本是家講了是家啲透過嘅經節，攏眾人唔好看唔起嘅法，照嘅法行，你得到平安。得到快樂，得到豐富，得到永遠嘅喜樂。這樣人是家要有謙卑嘅心來相信信任，照一個法行，順服一個命令，是家熱天得到快樂，在社會裏行道。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